我哋就住免稅額，我哋做咗一定嘅調整。咁咧就而同時間咧，兼顧喺基層方面咧，喺個綜援嗰度過往2年係半個月，咁我哋今年去到1個月咁。咁亦都希望，如果我哋個經濟有所改善、轉好嘅時候，基層嘅市民我哋能夠照顧得好啲，而中產朋友嘅需要，我哋喺力所能及嘅範圍裡面，都盡量回應一下，係一個咁嘅考慮嘅。今年預算案提高多項免稅額，包括薪俸稅同個人入息課稅，寬減上限上調至3000蚊，預計約212萬納稅人受惠，而利得稅亦同樣增至3000蚊，約171000間企業受惠。相隔10年，政府再次調高基本及單親免稅額，由132000升至145000，而子女免稅額同樣提高1萬蚊到14萬。供養60歲或以上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就增至55000。有市民認為可以減低子女供養父母嘅財政壓力。個仔嚟講就會好啲咯，會鬆咗少少咯，都係因為佢又要供養我，同埋有2個仔女咁樣，應該好少少咯。有學者就認為提高子女免稅額對促進生育率成效唔大。呢一個措施咧就唔可以刺激到生育咯，因為咧喺政府咧過往咧佢推出咗一個生育嘅獎勵嘅計劃啦。咁如果咧每3位小朋友咧就會有2萬蚊嘅獎金，但係今次咧嘅財政預算案當中咧似乎就冇再喺呢一件事上面着墨啦。向合資格父母發放嘅2萬蚊新生嬰兒獎勵金將於今年10月屆滿。陳茂波話會再審視成效同考慮延續方案。至於新增嬰兒嗰個獎勵金呢，正如你所講，去到11月啦，咁呢由而家到11月呢，我哋除咗財政預算案又有施政報告啦，咁呢我哋會睇一睇過去呢段時間實施咗之後，整體個效果係點樣，然之後一齊再睇嘅。被問到會唔會再派消費券，陳茂波話：隨住就業環境穩定落嚟，市民嘅收入增加，消費意欲都會改善。而家並非係合適嘅時機再派發消費券。說在線記者鄺靜賢報導。